是虔诚的听众，5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就是讲解甲正文第9页，讲解甲正文第9页。对于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对于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2节。就是解说甲仁者心动一种害人，即嘛应该呢，爱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印宗言之常识，定结奥义，见慧灵言简理当，不由文字，总因行者定非常人，旧闻风媒衣钵南来，莫是行者晓。慧灵或不敢，总伊是作例，故称传来衣钵出世大众。总后文话风媒富足如何之受？慧灵话只受职务，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即摆咱就要来解说这段道理。在前面一日思维适当方法，到甲一种害人，迄段呢，就是在六祖坛经的上解头一大课行由，其中分落来啊，属于第12小课，那就是六祖啦。对因遐人讲，毋是风动，毋是幡动，乃是仁者心动。事实上，这几句话确实非常的重要，也因为这几句话呢，引起印宗法师的注意，就是讲，这位外面来的这位人客啊，毋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呢，才有刷落这段印宗言之常识。印宗言之常识这段文呢，相当长，一直到甲第10页。仁者论语犹如真金，到甲这个所在为止啊。这呢，就是属于印宗法师请慧灵大师啊，在详细的所在，就是讲请伊啊，在真正悬、真重要的地位遐济，来阐释伊的佛法，阐释奥妙道理。这也可以讲作是六祖说法的开始。六祖的说法啦，就是对这个时阵开始。印宗言之常识，就是讲这位印宗法师呢，就请这个言呢，就是言请，就是请的意思。就是讲这位印宗法师啦，就请慧灵大师到甲详细的所在。这个详细者，就是该请伊迄个真正悬的迄个地位。这个详细就是讲在这位中的第一位啦。就呢，该定结奥义。这个定就是定求，结呢就是该问的意思。
就是讲该请教奥妙的道理，安尼叫做定结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在该请示中呢，看到这位慧能大师啊，伊所讲的言，这个言就是咧指外表的语言，就是讲所讲的话啦，真正简单，安尼叫做言简。理当就是讲所讲的道理呢，真正适当。讲的话虽然是真简单，但是呢，所讲的道理呢，确实真正适当，不由文字，而且所讲的呢，拢无由文字。也就是讲，慧能大师伊回答出来，并毋是讲这是倒一本经诶，倒一句道理，毋是啦，拢是伊本身直接将呢讲出来，将呢回答出来。言简理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咱必须了解。讲话就是要表达咱的内心，将内心的意思，将咱这句话给表达出来。所以语言呢，就是这种的信号。什么信号啦？那依照咱世间话讲起来，咱来欢喜讲出来的话呢，表达着欢喜的；生气这句话讲出来所表达的生气；讨厌表达出来是讨厌。你可能讲无用过语言表达，有的人若是讲较无容易表现在面上根本都毋知影到底你心肝底是咧想啥。所以语言就是表达咱内心，但语言表达内心呢，必须你讲话要简单，而且呢，所讲话真正有道理，安尼人听了呢，才会了解，听了才爱听。甲恁讲你所讲的即句话啦，实在是讲甲落落长。但是讲啊，落长头到尾听袂出讲到底你是在讲什么道理。安尼变成讲你的言真烦啦，但是你的理呢，却是不当。实在是讲有的人呢，要讲一句道理，就要讲一大堆，这一句道理才讲会出来。安尼无容易互听的人把握到伊重点，所以讲话必须言简理当。这位慧能大师就是言简理当，而且是不由文字。这个文字本来就是伫咧表现义理的一种的工具一种的外表的工具语，但伊却是不由文字。在《维摩诘经》的观众性品有安尼讲。讲语言文字该脱相，维摩诘经内底所讲的呢，甲这意思有小无共。伊所以叫做语言文字，拢是该脱相，就是讲用真理的本体讲起来。真理这是一种普遍性、绝对性。那既然是普遍性、绝对性，一切都拢是真理，语言文字嘛是真理咯。所以语言文字就是这种该脱相，伊的讲法是安尼。伫这都毋是，伫这就是讲无用过语言文字无用过这个文字，语言有啦，无用文字，就是讲无有引经据典，乃是用从自心中呢所讲出来一句话。在《顿悟入道要文》有安尼讲。讲会当后来得到迄个意，就是讲会了解到佛法的意义就会当超越你敷衍。就是讲你若是对道理有了解呢，你讲话呢，当然就袂讲一寡遮的拍话。若是悟理呢，就超越文字。就是讲你若是有悟到理
就会当超到文字，你毋免依着文字。这个法呢，应该是超过语言文字。当然呢，就无需要向这个语言文字中来求。所以，那是发菩提心的人，应该是得意于妄言，悟理于为教。这是在顿悟入道要文所讲的道理。下面总言定者行者定非常人，总就是在指这位印宗法师啦。伊即马该请教一个道理，六祖大师呢讲的话真简单，讲了真得体。所以印宗大师就讲：哎呀，行者呢决定毋是一个普通人，是毋是一个普通人？将伊讲话当个了解，就是讲在这个谈吐之中啦，会当互来了解伊这个人的程度。当然咯，因为语言只是一种记号，这个记号是啥物记号啊？就是内心的记号。就是讲，你内心你有偌悬的程度，表现在语言程度都是偌悬。内心若是无到迄个程度，你所表现的当然就无遐悬。所以伊讲迄几句话，印宗法师已经知啦，讲你绝对毋是一个普通人。讲九文风梅依法南来，这个九文这两字中间应该毋免一个点。说来就会使，就是九文风梅依法南来，所以迄点该改掉。讲莫是行者晓，讲真久就听着讲风梅的依法已经南来了。风梅就是在指弘忍大师，就是讲弘忍大师的依甲法已经传出来，而且得到依甲法的人已经向对南方来了。这正呢，就是在五祖的门下，这弟子所传出来，就是讲五祖的法已经传互这个慧能。这个慧能呢，向南方去了，因为印宗大师呢，伊原来是甲风梅东禅师有关系，伊捌去亲近过，当然就会当好将伊的文道的耳会当听到这个话，所以才讲做真久就听到讲风梅东禅师的衣钵甲法拢传对南边来，莫是行者晓。讲到底是毋是行者理呢？意思就是讲来接到五祖的法的人是毋是就是你请教伊啦。慧能话不敢，迄当时阵，慧能就安尼讲来讲不敢。这个不敢那是在指月录是安尼讲，讲作月言，这个言就是讲诗啦。伫遮呢，毋是讲言，乃是甲伊讲不敢。这个不敢的意思就是讲，我毋敢骗你，毋敢骗你，正就是诗的意思咯。伊问讲衣钵是毋是你得到？迄当时阵，慧能来甲讲，毋是哦，毋是哦，那就变成骗你咯。伊即马甲讲，我毋敢欺骗你，所以这个不敢呢，下面应该要有一个毋敢甲你欺骗的意思伫遐，就是讲不敢欺骗。既然是讲毋敢欺骗，那就是承认讲是咯，所以不敢呢，甲迄个言，或者是讲是意思呢，就是相通。下面宗伊是作咧各清传来衣钵出世大众，这个宗就是咧指印宗法师啦。印宗法师听伊讲即句话赶紧的就该顶礼落。为啥物呢？因为在面头前即位正就是第六大祖，五祖的法已经传回，就是属于第六大祖，所以赶紧就向伊顶礼。
在这个所在咱必须了解，这乃是种的依法不依人，而且呢，也是禅宗真正大的特殊。啊，来安怎讲呢？在迄当时阵，慧能来见印宗，印宗法师呢，是一个已经受过戒、一个工业环境的法师。当然，伊的工业环境也毋是一个普通的法师啦。也迄当时阵，这位慧能大师呢，只是藏在帕拉的这人的中间10几年。出来，才开始想要来弘扬佛法。根本呢，伊也未做剃度仪式，更加未受戒，可以讲就是一个俗人啦。但是印宗法师呢，却是对定力，真正是讲对戒律上讲起来是毋是毋对啦？但是在这所来了解，就是讲。这位慧能大师，伊已经是得到五祖的话，已经是得到明心见性，所以应该就是以法为根基，也就是讲重法依法，毋是讲依这个人的外表。若是讲依这个人的形式外表，伊也未完整，也未受戒。那印宗法师是一个受过戒法师。哪里会使来甲伊定例呢？当然是袂使甲伊定例啦。毋过约法讲起来，印宗法师是一个法师，也慧能是一个六祖，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会讲见法师不一定是明心见性，但是明心见性的祖师当然会讲见啦。所以依法毋是依人，而且我甲咱各位做一个补充。印宗法师甲定立了呢，就甲伊讲，请你将团内迄个衣甲帛摕出来，互大众看。为什么讲这句话啦？这是一种的信众，就是讲表示一种的信。因为慧能伊家承认讲是我就是得到五祖的法，甲南方来。到底你得法到南方来，你有什么款的证据呢？当然就是衣钵咯。是毋是有衣钵？若是有衣钵，就是咯；若无衣钵，当然就毋是咯。所以当阵才讲，请你将你所得到的衣甲钵摕出来，互大家看。那就是要互大家来证明讲，伊确实实就是五祖传法予伊的这位慧能大师。当然，六祖呢就将伊的衣钵给摕出来，互大家看，互大家证明讲，伊绝对无毋对，伊就是属于第六代祖的慧能。总后文话，方昧富足如何之修？迄当阵，这位印宗法师呢，又搁在请教，搁在请问，讲这个方昧的富足。这个富呢，就是交代这个足也是同款是交代，可以讲就是一种的传法的意思啦。就是讲将法来传予你是如何指修就是讲方昧当禅师的五祖，伊将这个法来付予你，来交代予你，也伊是安怎样来甲你指修呢？这个指就是指导。修就是传修，就是讲安怎样来指导你，安怎样来传修你意思就是讲，五祖弘忍大师是安怎样教你来坐禅用功修行呢？慧能话：只修则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迄当时阵，慧能大师甲伊讲啦，讲只修则无，讲伊是无甲只修啥物啦，讲只有来论见性，无论禅定解脱。在前面，咱就可以了解，六祖到甲五祖的门下初初见到的时阵，
在一问一答之中，弘忍大师知影讲，这个六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呢，无要互伊的身躯边的这徒弟知，讲哎，你去净土境去整理啊，莫多讲伤这话，只有叫去整理啊。所以当然呢是无解，讲要安怎样来修，安怎样坐禅，这拢完全无。毋过呢，这个六祖伫遐整理整8个月，五祖去问讲：你的米熟未啊？意思就是讲你修行了，到底是毋是明心见性啊？伊根本无解安怎样来修，结果呢，只问伊讲你明心见性啊无？这正正就是伫遮所讲的只修即无为论见性。那为什么为论见性？就是因为六祖看到新秀大师迄手记，伊原来叫人家写一手记，结果写出来就是一个见性记。五祖已经知影讲六祖有见性，所以才会去真苦经。将迄拐头对迄个真躯给拍下来，走了。问讲你米熟未啊？就是讲已经米白啊未啊？伊讲白都白啦，欠胎啦，意思就是讲悟是悟啦，但是欠你书来甲印证，所以才会叫讲你三更来，我传法互你。这呢，拢就是无只修，只论见性。讲不论禅定解脱，讲根本呢是无得论禅定，无得论解脱。在前面咱看迄个五祖啊来传法，六祖迄所在咱就可以了解。咱看第6页甲第7页，这个中间，就是讲这个五祖搞较真苦经来甲问伊。将迄款诶歌啊，甲伊讲啥个去了，慧能大师呢会当好体会到五祖诶意思，三更就入室。五祖用个袈裟来甲伊围起来，毋爱互人看，甲伊讲经讲经。到个应无所住其身其心，慧能大师就言下大悟，了解一切办法是不离自性。这拢是论见性。五祖呢，将来啊，就无解讲你安怎来去修禅定。所以，这个六祖的禅定，甲咱现主是咧坐禅啊，应该是无共款。伊是在伊的工作中咧来去悟，来去回光返照，来去悟本来面目。咱现主是咧，乃是伫咧修禅定。这呢，就是咱现主是甲六祖啊。完全不同的所在，不同之点在哪里呀？因为咱现主是啊，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众生。六祖呢，这可以讲都是成愿再来菩萨。伊若是新秀大师的迄个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是勤拂拭无数家人来。那这当然呢，就是有论禅定解脱。毋过新秀大师的记五祖啊，暗时叫伊入面，讲你这啊根本是还袂见性。你赶紧啊，好好过来去用功，将你的见性机构摕来我看。从这个所在，咱来可以了解讲五祖呢，伊根本啊也毋爱论禅定解脱。只有论见性而已，所以慧能大师才甲讲：只修即无啊，为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所以，叫做讲做见性，就是讲见到自己的本性。因为六祖伊讲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已经见性了，因为有见性，所以五祖在当中传法，在当中法来传开，这都是家所讲的唯论见性的意义。
最近先听众，就请咱搁暂停1分钟，我再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